服裝店零售經驗其實係你好大嘅本事。一、超班嘅觀察力同埋耐性。個客係咩類型，需要啲咩，你一睇就知。啲客入嚟睇咗好耐都唔買，你照樣笑臉迎人。呢份耐性就係做保險最需要嘅。二、識建立關係。賣衫要同個客建立信任，等佢成為返頭客。你識得點樣令陌生人對你產生好感 ？Showing。三、處理客人異議嘅經驗。啲客成日話太貴唔啱着，睇定啲先。你日日都說服緊客人去買。保險客都會話太貴唔需要，同家人商量下先，絕對難唔到你。四、捱得。企成日接衫點貨補貨，你絕對唔怕辛苦。保險行業需要呢份鬥志。至於要適應嘅地方有，等客上門便主動出擊。服裝店啲客會自己行入嚟，做保險就要你主動去約人，打電話，要有充足嘅心理準備。理財產品比服裝 size、質地、牌子複雜好多。保險產品嘅條款、法例同金融知識，你要花時間由零學起，開頭可能會有啲吃力。最後收入模式唔同，以前固定月薪，做保險就靠佣金，最初收入唔高，但係只要適應到呢種捱窮嘅心理，收入漸漸就會高返價啦。總括嚟講，憑你嘅觀察力同待人接物嘅技巧，要主動揾到客唔難。加油，你得嘅！